国际新闻来看，太平洋岛国巴布亚纽几内亚伫当地时间24日透早3点山区发生非常严重的崩山，范围是有3-4个卡球场遐尼大，内个砖头将清冻厝300外人，互土石啊逮个，目前搁抢救。 巴布亚纽几内亚北部恩加省山崩灾难现场看过去，看袂到一间厝，四围拢是大石头甲黄土。幸存者甲附近砖头赶来援助的人，用手伫土石堆内找找生还者，四处为不时传来阵阵的哭声。 More than 300 lives have been covered by the debris and the rocks and all of that. And therefore, we are asking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r whoever that wish to help, please, we really need your help. 初步估计，受灾区域有3-4个卡球场遮尔大，有6个砖头遭遇这场毁灭性的灾难。透早3点山崩发生的时，多数村民拢伫困梦中，根本袂赴走出来，连厝惨人全拢待伫连落来的土石堆内。 当地的人道救援团体红十字会主管指出，灾区位置偏僻，交通无方便，援救人员至少要用2天的时间才会当到。那山崩的原因目前也无清楚，也毋过并无地动现象。当地是山间的矿山，有采矿的工作咧进行。位伫赤道以南定落雨，红十字会人员猜测大雨是上有可能的原因。巴纽当局甲附近的澳洲拢紧急动员军队甲医疗人员赶去现场协助灾民。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